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安界，我是阿明张伟民。旧历新年过啦吼，大家拢回来上班，也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吼。相信在过年期间吼，大家对防疫的观念也是有保持掉，也是有提升啦吼。不过咧，咱都讲到吼，过年前原本有一波上大疫情以来，这个上大危机就是咱讲的这个桃园暴力病院群聚感染，目前看起来已经是得到控制啦吼。拢总21个人来确诊内底吼，咱看到是一个来死亡，解除隔离已经有8个人吼。无症头6个人，轻症是4个人，高病房也咧大吼，也阁有2个人吼。本地拢总4000多人，这个居家大隔离，目前嘛已经看到效果。所以即阵吼，上大这个5望，就是咱看到预防车疫苗的部分，会当赶紧来无啦吼。咱看到讲 WHO 其实伫咧2月15就批准到这个 AZ 甲牛津这个预防车，这个紧急使用的这个稳准啦吼。台湾就伫这个 COVAX 疫苗这个配送内底，咱讲到伫第一批名单内底啦吼。但是中部长就讲吼，一寡资料爱写，完成一寡文件甲证书，就会当送来台湾。但是咱讲台湾就另外一种声音，一直讲哇，若是讲吼，这支预防车可能吼无够这个按算的这个部分吼，这个疫苗要有这个疑虑的部分，咱敢会当拍讲，中国预防车无啦吼，就是这种声音吵甲真加滚啦吼，就是讲莫甲我阻挡咱的这个中国预防车来台湾吼，所以有一寡人就一直讲爱甲中国疫苗甲接入来到咱台湾，莫拄着中国就来反对吼。但是目前咱讲确实有一寡这个法规这个限制吼。指挥中心目前嘛讲吼，无要按算要来修法来去做一寡这个部分吼。中国另外就是咱讲到真正是讲一套来做一套，因为咱看到讲今日新闻查甲上加紧，就是讲本地有500万吨的这个 BNT 的预防车去互中国政治力来主动，但是中讲啥，伊真正有苦歹讲出嘴啦吼，因为有人袂安怎。无希望台湾吼上过头欢喜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特别来关心就讲吼，规个这个预防车这个进度，甲中国疫苗你敢加注？先来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到人济院总院长，就是咱这个李良庭，院长你好。阿明好，大家好。第二位来邀请诊所协会理事长，就是咱的这个麦建峰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平安。第三，咱们邀请真和平病院急诊室主任张如泰。主持人好，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好。透过连线，咱们要邀请到咱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建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研究员你好啊，祝大家新年快乐哈！今日咱讲吼，真正本地的5万讲，大家是不是这个五福临门啦吼？就是咱讲吼，这个本土案例甲这个境外移入连续小连续要加零4天今仔日咱看到其实有一个咱讲是境外移入，这个案例更加特殊。咱讲吼，伊伫美国确诊转来台湾的时阵，其实伊是恢复这个阴性哈，但是咱讲小连续2个月，伊个要去等于美国的时阵。我发现吼，自费采检是这个阳性吼。机关但是中部长安怎讲？先做来听。我们新增了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那从美国返台探亲，那编号是939，那本国籍50多岁的女性，长期是居住在美国。那部桃可以说那整体不管是人员的 PCR 血清跟环境。那应采的都已经采了，全部的检验的结果都是没有，都是阴性。那至于有一例到时候那时候是有微阳的情况，那经过我们再次的采检跟专家的判定，我们判定它是阴性。现在一开始咱有讲到吼，就是这个暴力桃园病院这回这个案例，真正是互人较放心。安怎讲？咱看到这张图是这个指挥中心所做出来，咱讲吼暴力桃园病院这回这个专案吼，人员的这 PCR 也好，血清的检验也好，还是讲规个这个环境来去做一寡采检的这个部分。目前咱拢看到阴性的这个部分，拢是这个一致的啦吼。咱看到吼，这个咱讲暴力桃园病院本院内底吼有综合病院这个综合科的这个部分是讲解除隔离的，应该采检有2000多人吼，分院有300多人，目前拢看到是这个阴性。另外血清的部分大家都讲吼爱等到过年时了后才会当较明确。目前嘛看到讲真正拢是阴性的这个部分吼，所以。第一个部分，咱先请教到这个副院长啦，这个院长啦吼，过去嘛是做咱的这个副署长的这个部分，安怎来去看讲吼，这回暴力桃园病院这回这个专案的这个表现？
首先爱甲咱指挥中心恭喜，这是真正确的快速的迄个决定，所以互咱全台湾的民众拢有信心讲，咱政府对这个安全健康拢有咧注意，对这开始咱都有咧讲过啊吼，大家免惊。戒慎，但不要恐惧。是所以咱指挥中心这个月内底开始做到真赞。真赞啊！吼，继续搁请教魏医师啦吼。安怎看这回吼？咱讲头起先，咱咧看的时阵，其实这个空裂的这个范围是哪来哪大？第一时间，咱有当时啊讲，是安那空裂无甲佮放大去，有当时啊，咱讲本土案例第一期的时阵，咱讲哇，真正是不幸中的这个大幸，但是尾手小连续一直逼到21个人，尾手看起来，这个扩大采检，还是讲吼另外一个清零的这个措施，应该是做得袂歹啦吼。是，我是感觉讲，咱台湾即马防疫做自去年的这个春节到即马吼，已经一冬啊，大家看到咱的社区其实真平安。那我是想要甲咱观众朋友讲一个结论，就是讲，即马真侪阮真侪患者、真侪医师、真侪护理人员，大家拢平常时咧讨论这个疫情、讨论这个科学的物件，大家拢变专家，真好。但是大家毋知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讲，定真侪款的声音头拄一直出来，是咱指挥中心往往无第一时间讲甲真清楚，因为指挥中心考虑的物件搁较侪。是，但是咱较实际的结果，指挥中心自去年到即马规年，咱的社区拢是足平安的。所以伊爱安怎框列这个人，用什么方法框列？因有一个科学的方式，要不要扩大裁剪？裁剪的是第几天的是去裁剪？这个人什么时阵有这个传染力，什么时阵是发病的期间，因拢有科学的根据。所以咱对这个结果来看，台湾都是全世界上好的，所以只要放心交互指挥中心就好啊。那大家当然对这个要不要普遍筛检啊，框列更较侪人有这个意见，这拢无要紧，大家会使提出来讨论。但是我是相信，无论是未来预防下的政策，还是未来安尼隔离的政策，还是未来安尼开放的政策，指挥中心拢是一直咧是防疫甲这个经济当中控制了就好。是，所以这个布桃的事件，咱对比咱 SARS 迄当时是和平医院事件，咱就感觉讲，这个20年毋是白过，这20年过了后，咱台湾规个防疫的措施方法拢已经无共了。是，嘿。我想这可能前辈是上了解。有影吼，继续请教这个张主任吼，咱讲到真正比较这个2003年这个时阵吼，咱看迄当阵吼是这个规个防疫，有的人过来甲这个吼已经伫外口的这个医师叫倒来，若无执行的，你就要去用告啦吼，等等去用裁罚啦吼。2000这个咱讲2020年、2021年，这回暴力桃园病院这回这个事件，对比2021这个03年，真正无共款吼。咱看到讲，前进指挥所吼，这个王必胜吼，嘛去内底咱看到这个过去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咱讲卫生局这个区局长吼，真正完全无共款。是啊，其实咱18年前这个经验吼，互咱即届做了确实有影真好啦吼。因为咱看这布桃这流吼，伊个分仓分流吼，伊这讲起来实在是做了就，当然咱指挥中心就谦虚讲，还阁有所在爱检讨，就伊若缺失吼的所在，咱来过来检讨，迄是会当做较更较好啦吼。即届你看伊敢若以前拢是一个病人就去入到尾啊吼。迄落完全拢算讲伊的迄款接触的人拢完全迄落无问题的时阵，就是讲都无代志。但是即届伊阁加一个，就是讲我有拢做一点细型的普筛吼。是。这是我较有法度通互咱所有的百姓来迄落信服啦吼。表示讲政府安尼做吼，毋是干那做安尼尔，我加一点，互大家拢。一个信心出来，是哦，这是足好的一个政策吼，就是迄落款做法啦吼，所以甲2003年当中完全咧，迄是迄落算讲吼走前去的一种迄款迄落做法啦，因为你想讲，迄当中大家拢叫转来的时阵，我迄当中嘛有人已经有迄个镜头出来，嘛是叫伊爱家己转来，有诶坐客运车转来，有诶坐多摆，有诶人是坐公共汽车转来，
啊，这你若讲正经伊若有镜头的，这个落阮的医护人员的时阵，伊电脑弹开，电脑会弹开。有影啦吼。即届都拢已经拢会当吼，随时掠出来，叫伊着爱伫咧厝内乖乖隔离吼。即届完全无共款，就是讲咱确实有影，我毋敢讲是100分啦吼，但是小可有个缺点啥吼，比如讲咱即个迄落吼，妇联间内为虾米即个迄落负压的即个隔离病房内底会去弹出来，即吼咱也会当搁落去吼详细落去检讨啊，即防止掉吼。这个代志后摆就袂发生。有影吼，就是咱头拄看到这个环境吼，这个部分吼，就是有一寡这个污染伫咧吼，所以地书咱讲真侪这个咱讲医书弹出来更加侪买手弹入去咱讲的家庭内底啦吼。这个部分安怎去预防？其实咱看到今日这个指挥中心嘛讲吼，因透过这个 app 的这个方式吼，买手有一寡这个吼会当去做一寡这个控制，也是讲防治的这种措施啦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即阵吼咱讲上大的危机会当解除，目前就是预防这个预防下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今日上大条的新闻，就是讲，但是了部就是讲过去咱讲本走500万吨，咱讲 BNT 的这个预防下去向动，去中国来动吼，伊今安怎讲的？做来听。媒体都批评我这些东西都为什么要保密啦什么？说老实话，我是有苦我难言呐。原本至少要采购的500万剂德国 BNT 新冠肺炎疫苗，那像因为中国主动全无话，去外界批评讲疫苗采购不利。卫福部长陈时中17上广播节目专访的时阵，头一届证实有口无得讲，有人无希望台湾伤欢喜。这个换约只是最后大家签名让它生效。那在最后一刻，那我也没有办法去证实说是一定是怎么样，不过只是不寻常了哈。陈时中表示，一直拢烦恼有外力介入，迄当阵是直接甲 BNT 的总公司来直接，连新闻稿都准备好啊。毋过因为合约还未完成，费税嘛无算讲是费用。若是中国的新冠肺炎疫苗，陈时中目前头一届表示，大家若是有兴趣会当推荐。今仔日搁一届强调讲，若是技术性的资料完整，会当考虑去采购。技术性的资料，我们要求是比较完整，不过我们相关的一个布局也坚持在完成，坚持在完成，不是说，有人说这个好，那我们就非买不可。若是卫福部立汤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总共造成21个人致病，目前已经有6个人解除隔离。未来加强医护人员的分层分流，嘛会采用 App 自性化系统，搁较会当掌握医护人员的卡热。针对第863例护理师规家伙7个人致病，会建议相关的救助方案。另外，嘛延长1人1号的居家检疫措施，避免厝内感染的风险来增加。记者综合报道。现在咱都听到了吼，其实这陈时中部长讲吼，真正是有苦歹讲出嘴啦吼，因为有人讲无希望台湾伤过头欢喜啦吼，因为咱看到讲吼，这回本地已经要签约啊，甚至要开记者会啊，但是咧中国都甲你砸落来。其中可能有一寡这个商业的关系，甲政治的这个力量伫内底咧滚架啦吼。其实迄当中有真侪这个媒体甲伊责怪啦吼，讲袂当甲预防社这个咱讲采买这个说明真正清楚，真正有苦歹讲出嘴。迄当中嘛讲若是有确定，一定会对外界来说明清楚。所以咱看到这个小连线这个过年期间AZ 的预防社嘛有啊等等这部分，咱拢看到较明朗化。但是是毋是代表讲指挥中心内底有一寡这个间谍咧？但是就讲故意破坏这个机会无悬可能各方面拢会讲一寡话要拍乱这个中心这个预防社这个采买的这个计划啦而且咱等下好好来讲到这个500万剂这个 BNT 的预防社去中国这个政治的这个干扰其实大家要讨论就是讲到底有一寡人咧讲哇，中国预防社即阵可能有伫 Lancet 头顶这个期刊头顶来出现另外就是讲中国预防社采买这部分是毋是会当考虑这嘛是会当做一个选项啦先来请咱的这个研究员周研究员，你安怎看咧？即摆爱看是讲即摆北京科兴伊即摆做的即个病毒的预防社其实伊用的方法咱就叫病毒叫灭活啦。灭活这种技术其实咱在疫苗生产过程中其实是算作技术门槛较低啦。但是你嘛爱了解是讲，因为即摆就是北京即摆为着要甲时间要拼迄时间，看会咱紧来甲伊做出来。所以伊其实一寡所谓咱讲的所谓数据
这个数据就包含两种啦，一个叫技术的数据啦，另外一个是生产的数据。啊，这方面若不透明者吼，咱就足歹讲的。为怎讲呢？因为这预防射吼会关系到两项代志。第一，伊是毋着副作用；第二，伊到底有效啊无效？啊，即个这数据吼，当然咱即摆若咧看寻，伊大部分即摆目前伊讲的吼，伊包含伊即摆有公开出来的数据是临床试验第一期甲第二期的数据啦。但是目前第一期甲第二期，伊其实用了差不多500人去做试验的啦。啊，这数据其实远远拢无到咱第三期哦，大部分拢按2万以上的人的数据。所以你根据第一期、第二期的数据，你甲伊讲伊是有效的，啊个伊的副作用是会使被许可的。啊，这点来讲哦，其实咱会紧张。因为伊即摆数据遮少、遮薄弱的状况之下，咱若轻易讲吼要甲用即个时阵吼，万不离伊拍了，啊一寡副作用啊一寡疫苗的所谓有效性没办法达到标准的时阵，啊一寡人已经拍过啊。你是要甲伊个继续互伊按所谓的甲伊隔离，还是互伊拍照，啊这个佫出问题啊。所以目前即摆咱上好还是要看待。伊的咱中国迄边的数据吼，会使完整透明对伊第2、3期的数据来完全讲互大家知影，伊的标准咧倒位，免怎讲伊所谓的安全性会使接受，免怎讲伊的所谓的保护力是安怎算出来，啊若甲即款疑问吼，拢解决清楚吼，还有一寡专家大家来讨论讲啊，疫苗敢有效，啊咱即摆这边来进口来用啊。时阵，迄阵再来讲嘛，佫无袂慢啦。是，哦，这是我的想。有影啦吼，虽然讲吼，这个中国预防射有人讲吼，伊就是灭毒的这个预防射吼，其实需要就选择这个适合这个咱讲细胞啊大量培养这个病毒，结果杀死这个病毒吼，制成咱讲这个预防射啊。其实咱讲吼，细胞和病毒这个培养一直是一个挑战吼。啊，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台湾现主席这个相关这个法令吼，其实是禁止咱讲中国这个货，也是讲吼免疫制这个产品的这个进口吼，主要是烦恼讲哦一寡病这个污染吼。继续咱佫申请到这个院长啦吼，就是咱讲的这个部分吼，有一寡限制，法规的限制。啊，今日咱嘛听到讲记者会有记者问讲，到底吼，就是为着要开放中国预防射，咱去做一寡修法，安尼敢通？这个行业敢若袂输咧做战争共款，有影是战争啦吼。所以无怪当部长咧讲有苦难言。啊，你看有可能讲要甲对方相战的阵啊，要甲啥人买武器咧讲公布大家知，这无可能代志嘛吼，所以爱默默的做，叫人去买这个物件。所以咱同情，但是中部长的做法。啊，第二，咱知讲疫苗到底是有需要无需要，这是拄啊就研究员讲做清楚的。第一是爱看伊副作用，第二看伊的效率是真的好啊歹。我毋是讲看不起中国啦，20几年前咱看的迄个科技。伫大陆，甲即马比起来，我毋敢讲无进步，确实有进步。但是有当进步，甲说迄个疫苗会当随时的做会出来吼，而且个无副作用，个真有效，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毋是讲看不起哦，我是讲你爱相信拄啊就研究员讲的迄话啦吼。啊，咱若讲好，真正咱有需要相信伊要甲买，因为咱足侪法令有规定这个物件，所以但无听就讲足清楚的，目前也无要考虑去修这个法，你那去观察一下，看这真正有效无？是哦，咱是毋是外口买袂着？哦，啊若真正有效，啊个无副作用，外口佫买得着，啊咱才来讲嘛。是有影啦吼，就是咱虽然。去互主动500万剂，但是咱讲有2000万剂已经咧买啊，已经咧讲吼。啊，另外咱讲 COVAX 这只吼，嘛有咱讲第一波的这个名单内底吼，其实毋免遐尔啊，咱讲哦，遐尔啊烦恼啦吼。但是国内有即种声音讲，一定要买这个中国的这个预防射啦吼。啊，继续咱讲请教这个魏医师啦吼，安怎去看咧？咱首先就是大家知影讲预防射，毋是讲摕到我做咧就一定无代志吼。因为预防射咱是要甲注入去一个健康的人，所以治了后安全性是上重要的。是。
第一爱安全，再来讲有效无？有效了啊，还佫困，伊是讲避免死亡，还是避免传染，还是避免轻症尔。而且佫看会使有效偌久，会引起其他的第二次感染的是甲突变种的感染的是毋是有所谓的 AD， 就是佫较歹的抗体出来。好，另外就是讲，所以咱即马目前在发展即个新冠疫苗4种技术。上简单就是灭活疫苗，就是甲病毒放入福马林内底，排死就好啊。这上简单，好，这上简单。再来就是 mRNA， 再来就是 mRNA 疫苗，就是莫德纳疫苗，哈，或者是讲即个次蛋白分子疫苗，就是咱基本台湾咧做的，好，还有今年疫苗嘛是。另外一个就是即个 AD 载体，就是腺病毒载体疫苗，这4种。每一种技术拢有伊的好处，嘛有伊的限制。这个灭活疫苗是上简单做，但是伊的问题嘛上大。咱譬如讲，咱过去来看，以前我做医生，甲即马看过有问题的疫苗，譬如讲，当初是这个呼吸道融合体病毒疫苗，嘛是一个大问题。这个著名的就是这个登革热疫苗，嘛摕来买过。好，迄当阵注第一剂了后，去得到登革热，比无主要佫较惨。这就是所谓的 AD 的 effect 嘛，吼，对。不良的反应嘛，吼，所以灭活疫苗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伊是规粒病毒拢互你，所以内底好的抗体、歹的抗体会同时产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咱对伊的安全性的要求会更较悬，所以毋是讲我摕到病毒，我就一定制作出疫苗，所以这个时阵咱都要看这个详细的数字。但即马问题上大的问题就是咱即马对中国的产品有真大的这个。信任感的问题，就是譬如讲，伊出一个手机啊，还是我买一个小米的这个远端监控，我伫厝里无敢穿内裤行来行去的时，会互看到无？我毋知，所以我毋敢买伊的物件。好，即马伊的数据若无全部，互咱这边的科学家看，互咱遮医学家看，阮是。我们不敢随便说它是好的还是歹的啦，因为咱即摆台湾的医生，做医生人拢是共款，我想在座遮医生拢是共款，医生人拢足规模，因为阮关系到患者的安全。是啊，所以你若无所谓数字拢互咱看，咱实在毋敢讲。另外一个康熙诺的公司是用 AD 载体疫苗，迄嘛有问题啊，因为 AD 载体是腺病毒载体，有当时第一剂注入的是，第二剂注入，因为腺病毒的抗体出来。你会综合掉第2剂的效果就变无效。是，所以这个物件比如讲俄罗斯是安怎克服 AD 载体疫苗，伊 AD1、AD2 伊是2剂无共，袂使混打。你第一剂打1号疫苗，第2剂都要打2号疫苗。是，这详细管理是非常的复杂，所以讲咱这个我是感觉讲咱相信指挥中心就好啊。因为指挥中心毋是干单其中一个人尔，伊后壁是足侪专家，足侪我以前伫医学院的老师、教授拢伫伊后壁。好，这人讨论出来结果，咱相信就好啊。我是感觉媒体讲的话，或者是这名嘴讲的话，大家讲起来做较少的，才袂像顶一阵啊有一寡 YouTube 发出去的医疗讯息不正确的时候。做先分做医生的困扰啦，有影啦吼，所以这嘛是爱考虑在内啦吼，就是咱讲的这个预防针真正注落去是一个人的性命，若是规台湾拢是注着较无好的这个预防针吼，根本就是对台湾人。另外一种战争啦吼，有影啦吼。继续咱讲请教这个张医师啦吼，咱看到吼500万剂去予 BNT 啦吼，去这个咱本早要买着合约拢要签落去啊吼。咱看到讲真正是中国是2手啦吼，一手甲你讲，我中国预防针就来甲你援助，另外一手吼政治力佫甲你阻挡，伊这是什么意思？那因为是不是政治的关系，因为我无证据，我唔敢特别讲吼。但是若咧商业上吼，我是感觉这是有可能啦。因为这，比如讲咱咧开发一个迄个药品的时阵吼，伊开发的费用实在足悬的，当然伊是爱用足贵的计销要卖人嘛吼，这是生理嘛，咱袂使怪人。但是我是感觉讲，目前咱台湾吼。也无遐急讲一定要注预防针啦，因为咱即马预防了就好，毋是因为有预防针，咱才预防了就好嘛吼。咱是因为大家个人的卫生，佮配合政府的政策做了就好，咱今仔日才有通才安全、才安心住在这个道顶头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要有时间通等，咱要有时间通等，咱。因为即马出来这预防针吼，其实伊拢是迄落跳过几若关紧急使用温存吼出来。是。那伊美国啦、澳洲、日本这是因为
看啊足厉害，所以因无用袂使。但是咱无叫，咱会使，我是较自私的人，我会使看大家拢安怎的，所以统计出来，咱看上好的，咱来买啊，安尼就好啊。所以咱其实即马一直要叫要做注意防下，伊想讲会当较早出去国外旅行袂，但是即马无可能的代志。是啦吼，咱搁等3个月，无得个统计就出来啊，咱就看倒一个上好，较贵咱嘛买无要紧啊。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预防射咧拍的这个进度，其实咱讲吼头名是这个 Israel 吼，这个国家啦吼，伊用这个军事化方式来去做预防射吼。咱讲吼，这个拍的这是全球第一啦吼。另外吼，就是这个疫苗有效无效，其实这个数字看起来应该也是袂歹吼。因讲这个全球吼，咱讲致病这个人数，本地是这个排前3名，尾手吼已经来到这个第6名。就是讲，但是这个数字其实爱个观察啦吼。另外，咱看到这个咱小连线这个边啊这个国家啦吼，日本伫咧今仔日特别启动第一批这个预防射的这个注射啦吼，应用的是这个 Pfizer 所制造的吼4万名这个医护人员要先来做啦吼，尾手会到明年这个2月吼，其实因要做就是咱讲吼，这个2020年本地要办的奥运来到2021年啦吼，这是第一关真重啊，这个关卡啦吼。另外，伫咧韩国这部分哦，这个因为这个总理吼表示讲吼，已经买到这个预防射这个协议啦吼，会当有这个2300万人来去做拍啦吼。另外，这个 Novavax 这个公司预防射会当互2000万人来去注射。另外，这个 Pfizer 这个部分哦，有300万人来去拍。另外，美国咱讲到，因为拜登政府吼上台了后。目前然后咱看到讲吼，其实有要一拼100天内吼完成1亿个人的这个注射这个目标啦吼，大概伫咧这个7月底，差不多有6亿剂的这个预防射会当吼所有的这个美国人来去拍啦吼。其实咱头拄亲像张医师讲的，张主任讲的吼，咱台湾吼。即阵也免甲人拼吼，公共卫生继续做好较透漏咧。若是要做吼，真正爱透过吼资讯化即个方式，运用健保卡啦吼，直接去判断咱讲身份，甲即个需要拍的即个预防射啦吼，增加着即个效率吼，减少大家等的效的即个时间。因为咱看到讲，其实即个 Israel 也好，再个即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吼，这是第2名做预防射。另外看到英国、美国。法国拢去做啦吼，但是咱讲的真正若是无吼一定的吼等候这个时间，因为做第1剂、做第2剂，伊若是时间让长，其实伊的这个效率吼，其实会减少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到底要买中国预防射外，咱看到讲马英九前总统甲这个赵少康啦吼，伊讲啥？政府无应该拒绝中国预防射吼，但是两部长讲无讲吼。这个中国无讲，伊要提供预防射，只是有一寡公开的人物吼，伫遐咧话讲买，还是无爱买安尼尔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伫遮共款公共卫生做较正确咧。另外咱嘛讲到吼，其实即回咱看到有 AZ 的预防射，还有其他公司的这个国外预防射，拢要来台湾。但是咱头拄也嘛讲到吼，台湾。国产的这个部分，到底什么时阵会当做较完备咧吼？有人讲国外预防射是拼头一波啦吼，第2波后壁咱若是要有这个军事免疫的这个部分，嘛是来靠咱国产的预防射。感谢安尼讲，咱继续请教周研究员吼，这个部分安怎去解说咧？咱国产的这个部分，咱头拄讲到第2期临床试验，第3期咱要拼讲全体免疫这个部分，靠咱国产的。OK。即马吼，咱因为着超 AZ， 咱即马买有超1000万嘛。是。另外加上另外是 COVAX 另外500万剂吼。其实咱会去算起来，伊即马拍拢是每一个人拢爱拍2剂，所以即马看起来吼，安尼看才有750万个人，所谓的覆盖率，对咱台湾啊，拢摕到顺利摕到咱这疫苗起来拍。剩有到1%，就整个一半啦。咱的人口的一半吼有人拍，但是另外一半的人安怎？大部分咱即摆要讲疫苗人有效无效，就是讲上少爱70%以上的人拢有拍，所以咱即摆的缺口吼，就差不多要250万人的缺口。这250万人的缺口拍就是等于差不多500万剂的疫苗的量，咱爱有家己生产。即摆目前就是咱。国家内底咱的国产疫苗就包含高端，加廉价这2部分啦。目前我即马知影的高端，伊是用的是重组蛋白疫苗，就是蛋白质，但是伊会加一个佐剂，吼。
增强咱的免疫反应，产生的一款疫苗的方法。目前即摆我知影是讲吼，伊上乐观的方法应该是在6月底、7月初时阵吼，会拢做完第2期，会使摕到所谓的紧急许可啦。咱的卫福部会使发一个紧急使用的一个许可。伫咧6月底吼。但是会使6月底到7月初啦。OK。即摆吼，目前我即摆知影是讲，高端甲联雅，伊即摆上少要出产差不多500万剂诶用下伫诶啦。这是爱淡薄仔时间。所以这是会使抛出去甲市面上吼，大家拍吼，上紧差不多8月底啦。OK。即摆是我知影诶数字是安尼啦。但是这数字时阵吼。因为咱那个8月底，咱进前，因为咱若买 AZ 1000万剂，甲 COVAX 另外500万剂来看，有50%覆盖率。这个部分吼，优先吼一寡医护人员，甲一寡重症的人、重症病人的时阵吼，应该会使照咱一寡紧急的时阵，甲疫情还是维持甲即摆共款。剩咧就是看时间啊。伊若是咱即摆若个控制个良好的时阵。迄阵差不多8月底来拍巡5月份，咱国产的疫苗来拍5月份。是，这就我即摆看的就是安尼啦。OK， 其实大家拢咧望讲这个预防射这个部分但是大家莫袂记，咱会当控制甲遮尔好势。有当时毋是这个预防射这个部分咱讲过去这个公共卫生这个部分，尤其咱看到讲，虽然这个全球疫情继续较严峻，但是咱讲 WHO 有一寡这个数字是安怎讲？伊讲啥？咱讲比较顶一礼拜是减这个16%啦这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咱讲这个过去确诊的这个人数减差不多270万例这尔济啦所以继续来去讲的就是讲，虽然有咧拍这个预防射，但是咧上重要还是公共卫生啦所以咱讲全球虽然已经来到1.944万外啦死亡人数是242万啦台湾也是保持甲真好啦尤其咱讲死亡人数也是全世界真正低啦但是咱即阵搁咧烦恼的是讲，到底这个预防射要对抗啥？要对抗咱讲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咧传的速度，到底伊会相拄无？就是讲相抵抗无啦另外咱看到讲亲像这个den马啊、法国啊、澳洲、加拿大，搁有这个 Jordan 西班牙等等这些国家啦有发现新的这个 B117的这个病毒。另外这个 Australia、Denmark、Israel 这个部分等等这个美国这嘛发现到 CAL24C 这个病毒有真侪种。变一个这个病毒是拖全球86个国家啦另外咱讲虽然美国最近 COVID-19 有这个新增加的病例有落降的这个趋势但是咱讲也是全球咱讲这个致病上严重的这个国家另外巴西伫遮16号的时阵确诊是先增加5万外例已经禁止进国活动这个确诊这个数量来到234万按算伫咧3月初开始免钱啦要为所有公民来提供这个快筛这个检测。另外咱讲到邻近国家韩国去年底是爆发到第3波大流行甲单也未完全来停止啦确诊的案例拢是人口较侪，亲像这个这个地区之遮目前继续来实施着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另外咱讲英国新变种的这个病毒株伫咧B1525到单伫咧这个英国发现23例另外伫其他国家denmark、美国还是澳洲等等的这个10个国家病毒基因是定数来去检验出来所以咱继续来请教就是讲这个预防射甲这个变异的病毒其实是咧这个走时间走烧肉啦这个院长你安怎看咧？同款啦，同款啦公共卫生啦去年2月初我就讲过这个病毒大概找无药嘛，找无好的预防射啦。是，要做预防射是无啥物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有报告过讲已经每一个国家拢看到迄个变异的突变的迄个症状出来这个疫苗敢真对有效？这是问号。所以你讲就是上对，就是公共卫生做好，继续隔离，继续口罩戴好，安尼较实在。有影，学台湾咱讲14天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嘛免遐实际讲变异的这个病毒真正这预防射就无效果。其实有当时做一寡这个修改，可能就好。咱继续请教白医师。我首先甲大家报告就是讲。这个过年时，我是感觉咱台湾会成功是有道理的，因为咱台湾毋是干那讲指挥中心高，那医生医术高，
重点是咱台湾的人民真正素养无共。我举一个例吼，今年初一，阮厝里拢初日拢会去宫庙点灯嘛吼，阮就去台中的青山宫。我迄当阵去遐看的时候，我就感觉足感动。啥呐？一个宫庙，一个传统的点灯的仪式，伊嘛有防疫距离。有影，就是讲你要点光明灯，你入去拜拜哦，伊迄个庙方吼，就涂骹安尼打，你都要徛伫迄个点。啊，人甲人爱一公尺。啊，一届要入去点灯的时候，量一下体温，啊，甲你打一个标志，手洗洗才通入去。是。咱台湾念入去庙林拜拜，念去点一个灯就做干呢，这才是咱台湾公共卫生成功的所在。是。好，另外咱讲到这个预防下这个突变疫苗株的部分吼，就是讲，咱即马大概知，其实较早之前有一个南非病毒株，就是讲，咱即马这个预防下除了咱头拄讲灭活疫苗以外，拢是摕病毒的某一个部分出来做疫苗。是。上重要是伊顶管的一个 spiking protein。啊，这个 spiking protein 拄好南非迄届的变异是伫即部分，所以也稍微影响到疫苗预防下的效果。即届英国变种嘛几啊摆啊嘛，我顶礼拜查啊是变种3900几种吼。啊，即摆咱大家咧讨论差不多4、5种。英国变种进前就几啊届啊，就是看咩搁较高炭，搁较毒等等吼。啊，即届是讲伊拄好，即个 B.1.525吼，是拄好会变异在即个 spiking protein 这个所在。这就哪像讲，你的太太去小针美容，吼，美容了若是伤过头吼，鼻仔伤悬，双眼皮割伤大，你这个 Face ID 这个 iPhone 摕起来就袂当解锁，类似这种现象。OK， 但是这种现象有一，咱的重点就是讲。目前看到的是讲会影响，但是还是有效。另外重点就是讲，既然这个病毒会不断变异，那就表示讲这个预防下爱不断的跟进。所以讲，就我所知的讲，即马包括这个高端联雅，因拢有咧等咱台湾 TFDA 的消息，有要针对这个南非猪，还是新的 B.1.525要做这个配方的调整，我在等 TFDA 定头啦。所以。讲遮济就是一句话尔，咱台湾一定要掌握自己的预防下的技术。啊，讲到遮，我实在是要抱怨一下吼，咱这个台湾的政府指挥中心拢足好的，但一点无好尔。人美国对预防下是90亿美金心头都甲落落，咱台湾无甲10亿个代表。所以这是咱对咱台湾这预防下的公司是不平之鸣啦。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呼吁讲咱政府吼，爱甲更加多的这个防疫的。预算吼，放入疾病管制署，放入这个疫苗研发。OK， 咱讲过去吼，这个翠岩国家队吼做了真好，啊，但是这个预防下这个投入的这个资金有影少一少吼，继续咱阁先请教这个周研究员啦吼，伫咧预防下吼，伫咧研发的这个部分真正资金吼，比咱过去咧讲的这个其他国家，真正是可能咱100%、1000%尔啦吼。啊，面对着这个部分，咱讲吼，高端也好啊，还是国光啦吼，等等这个公司啦吼，因的难处是啥物？哦，即摆我来讲吼，其实我即摆先甲你做一个方法啦吼，即摆大家了解一下。你即摆疫苗要制作时阵吼，上头前的在实验室要制作。实验室制作了后，你先按马上做动物实验咧拍。是。动物实验拍了吼，再过来是做临床试验，有分这3个部分啦。第一部分甲第二部分呢，其实伊要用的钱吼，其实无偌济啦，金钱是无偌济。但上开钱的所在，就是从临床试验第1期甲第3期上开钱啦。啊，即摆我要来讲，普通是讲，我从那制作出来了后。我要拍临床试验的时阵，比如讲我头一个要设计50人，第1期，第二个500人，还是1500人，第3期200人。但是呢，你这拍一个爱冒一个营养针啊，你爱有一寡要受试的人用，你啊你去算起来，你就知影钱是偌济。我阁无讲包含定金啊，研发人员的薪水啦、时间啊、等等安尼。所以我来讲这。金钱的投入，所谓的咱的投资内底吼，是远远不够。这是头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就公司我也做出来了，但是我以后我的疫情已经控制啦，我感觉爱阁继续做落去。但是我投资的成本咧加机械啦，人员的训练，感觉上爱甲伊讲，呀，无你无头路啊，你莫阁来做，嘛无法度嘛。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就爱政府就爱提供一个奖助的方法，就是讲我进行训练的这块人，训练这个技术机械，是不是会使维持落去？哦，对公司来讲，这个是说在商言商啦。是。所以这部分呢，政府爱考虑到啦。第三个部分就是咱想讲，因为咱即马吼，因为即马有变种的变种的病毒要出来啦。其实咱即马疫苗应该思考的是，政府嘛是爱奖励落去，咱是不是针对突变型的这个病毒哦，马上做第二代的疫苗爱开始做。这个部分就是互咱的继续个落去，继续去研发，唔通讲安尼就断去啊。我这个部分嘛是爱希望讲政府会来注意这点啦，会使尽量哦给予一寡防疫人员甲研发人员一寡最大的支持啦。哦，这是我的想法。有影吼，针对这个研发的这个资金的这个资助吼，一定爱投入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吼，真正咧对这个变异这个病毒，其实咱吼嘛是看讲啊，这个变异病毒到底预防下有效无效啊？但是就是要对着伊的这个卡步的，所以咱讲研发这个另外也是讲吼变异病毒这个卡步吼嘛袂当停，资金一定要投入吼。所以咱嘛有咧讲吼，到底吼会是这个预防下有产生什么款这个抗药性啦吼？德国好、英国好，拢有这个学者吼，也是讲吼这个公司来去做一寡这个言论的这个发表啦吼，咱看到 BioNTech 这个执行长吼，伊安怎讲？吼，就算讲有出现这个系列的这个突变吼，啊，透过着讲这个注意放射制造出来这个抗体，也是当辨识着讲吼，这个病毒吼进行攻击。另外，这个瑞典大学德国这个部分啊，伊讲吼，已经知影部分突变呢对预防射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抗性啦吼，但是咧扩大来体检吼，啊，甲这个新变种的这个病毒有搁较侪了解。另外，这个 Cambridge 大学这个吼教授伊先来讲，针对着亲像这款的484K 啦吼，突变吼会当帮助病毒伫内底吼综合抗体吼会当来去逃脱啦吼。另外吼，至于讲这个预防射这个效率会减低啦吼，啊其他吼变异的病毒嘛有可能逃脱的这个可能等等。另外，这个 Francisco 吼，这个研究中心的这个组长伊安尼讲，真侪种变种的病毒株吼，拢有真共款的这个突变啦吼，啊代表讲预防射调整了后，会当适用吼真侪无共的这个病毒株啦吼。另外，这个有一寡新的研究就出现啦吼，就是讲吼有这个美国 Edward 大学吼共同研究员吼，就是表示讲。透过因初步的研究，会当进行讲，这个亲像做老母的吼，若饲这个吼母婴的这个部分，会甲病毒传互这个伊的囡仔无，啊，甚至讲吼，其实袂啦吼，甚至会可能产生有一寡这个抗体伫咧吼，致使讲吼会当伊若是这个母亲得着病，伊嘛是继续饲奶啦吼，这款研究拢有啦吼，啊，咱阁继续请教这个院长啦吼，就是讲吼，面对着咱头拄虽然讲有这个抗药性吼，啊，针对着讲，其实咱的这个卡步资金吼，继续投入去，互政府一个建议啦。这是其实伫18年前，我咧做副市长，我都讲过，我嘛甲澳洲的一寡药商，甲咱台湾的药商讲，我讲将来政府应该投资更较侪资金，互咱这药厂、这疫苗抢嘛吼，因为。咱做就研究员做清楚的，你投资头前迄期可能钱足少的，但是第二期迄钱是足大的吼。迄有当时你莫讲啥，你讲做100项药啊，还是讲100项疫苗，可能敢1、2种会成功，剩的98种拢失败。安尼遐资金是毋是拢投落拢无去啊？所以应该由政府来出一寡钱，或者迄厂商会当讲，我有这信心来做更较好的药啊，是疫苗。是，有影吼，这是对政府的建议。继续，咱讲请教张主任啦吼，就是咱头拄也讲到吼，其实咱讲预防射的这个部分吼，国产的这个部分，资金的投入其实也有欠缺啦吼，赶快嘛，互政府一寡建议。其实咱这吼，敢若这个负压隔离病房共款啊，这传染病的质量病院共款啦吼。咱当初设了后吼，啊，就要主要就因为吼，即个无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拢无使用啊，无使用啊，啊，你敢若会感觉讲无浪费个共款意思嘛？你这疫苗头拄咱这就伊有咧研究员咧有讲过嘛，就是讲要安怎继续落去？啊，政府有要消停无？啊，政府若要消停，啊，就有法度通继续落啊。啊，无这头拄讲过啊，开发费遐贵，你讲。即摆设备拢落去啊，要像也无疫情的时阵，讲啊无恁就煞
改线去啊，这就问题就会发生嘛。所以我是感觉讲，不过我是感觉讲吼，就是讲要安怎迄个抓迄平衡，就是讲吼，也是公共卫生爱做了，因为即马吼，咱这交通愈来愈发达吼。迄深山内来嘛有人会走去遐，要去迄款迄落游览嘛，要去咯。啊，迄若出来有啥病毒嘛，遐有啥物病毒嘛，毋知影无得甲就打。所以即个将来咱对即个全球的即个迄落病毒的即款迄落，算讲对抗这传染病吼，其实我看袂安尼就煞去啊。所以将来要安怎就要来做即个传染病的预防吼，这是。看咱靠全世界大概这个专家的智慧，看要安怎来咯。所以一时间吼，可能这个疫情嘛无法度讲完全拢消失去了吼。但是咱无定讲吼，上若是要等这个出国，明年这个过年前吼，可能有一寡这个希望。但是咱讲这个全球的这个疫情吼，可能也是有一寡吼变化伫咧啦。尤其咱讲预防线拍落，到底吼，尤其即阵也是2个月安尼啦吼。长期来看，这个预防线的这个效力是偌长，其实大家也是有真侪疑问吼。袂说安怎看咧？你讲明年要出国佚佗哦？还有预防线这个，咱讲效力啦。我是足望的啦，因为已经忍一冬啊，无办法去出国吼。但是我是感觉讲明年过年都会出国是有较，我是感觉有点乐观啦。OK， 有点乐观，因为除非讲，譬如讲你即马要飞去一个国家，伊的防疫甲咱台湾同款，变好。我咧去，这有是防疫泡泡嘛，这可能无问题。但是卖讲，咱除非纽西兰可能还可以啦。你去日本，你去韩国，我都无放心。你去美国回来，你讲你有注意防下，我感到会放心。其实我是感觉不应该这样了哈。另外就是讲，咱伫防疫的这个部分，我其实真烦恼的，就是讲民众对预防下的假望伤大。产生咱医学顶咱讲一个假的安全感 ，OK， 好，不正确的安全感。我就是讲，我已经有金钟罩啊，其实你可能无效，嘛可能病毒突变，好，所以病毒的突变这个部分，我是感觉讲，咱既然即马有遮尔济的国家拢投入这个预防下的研发，哈，我是感觉咱台湾只要不要缺席，未来咱就拿像讲这个流感疫苗共款，当年咱就修改了后，过来做哈。那其实甲各位嘅观众报告就是讲，照阮即马医学安尼咧看，新冠肺炎疫苗，新冠肺炎的武汉肺炎这个病毒突变的这个速度，其实比流行性感冒较慢真济。好，所以咱流行性感冒都已经掌握袂到啊。我相信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有一天，咱一定会甲伊控制了真好。只是讲唔通过头乐观啦吼。其实即届即个疫情了，我相信足侪国内的观众嘛，感觉讲，台湾其实真好耍咧。台湾足侪所在拢唔捌去过，咱甲台湾先算好头。再来考虑讲出国的问题。出国我是感觉讲，那照陈时中部长的这个讲法，我是感觉，明年的过年，可能是上商务的，就是讲这个做生意要出国的，会使你比较讲较放心嘛。但是咱讲这个观光旅游要出去佚佗的，我是想讲佚佗咱是命较重要啦，吼，佚佗倒来。另外就是我嘛要呼吁咱政府吼，你讲与其修法。讲要向中国的疫苗入来咱台湾，有一件事情要搁较紧急的，你应该是修法讲，互咱的各行各业即个企业会使咧捐钱，互疫苗的基金，互咱的疾病管制署。我感觉这才是正确的。因为咱即马政府既然无办法互你钱，比如讲我过台面我都有钱，我愿意捐献互咱即个指挥中心，或者是讲你像即马联发科要会使去上班，台积电会使上班，但是交通袂使去上班，德仪伫美国袂使上班。咱台湾防疫做遮好，遮个企业应该摕一寡红利出来，因企业红利出来，互政府赞助咱的防疫。是，好，咱台湾股票即马起价万4啊万啦吼，万对，起价遮悬。大家摕一寡钱出来，甲政府消停，甲这防疫的影响消停，甲这做疫苗研发的这影响消停，这是咱应该做。因为即马可能大家观众唔知影讲，咱
企业要捐钱吼，疾病管制署，或者是要捐钱疫苗基金，其实即马要没有这个法源。OK， 我感觉这较重要啊。这比咱讲还要改这个中国的医疗社这个部分的修法更较重要了哈。天助自助者嘛，有影啦。对，好，是，咱继续搁请教周研究员吼。头拄啊，咱讲梅医师按这建议啦吼，到底有通啊无通咧？会当去进行无？梅医师讲的吼，非常的中肯啦，我非常的赞赏伊讲。是。其实来讲吼，咱即马不管是不只是甲预防性的研发啦，包含咧药物的研发，其实哦，拢是所谓的持续性，咱来继续按直直做。因为咱目前遇到新冠肺炎病毒吼，有一个特性就是伊甲流感要共要改。流感病毒逐年拢咧变，所以我相信啦，即边新冠肺炎的病毒，伊嘛是可能逐年拢会变。OK。其实咱因为大疫情，所以咱即摆看起来，伊突变安尼哦，敢若足多。其实来讲，吼，伊可能是慢年，可能无可能完全拢无去啊。比如讲1年2年了，无可能完全无。共我过真过老诶，只是看在全球内底看多一个所在，搁咧继续流行尔。所以一旦若咧流行，突变的机会啦。所以我即感觉吼，咱看待即个新冠肺炎就爱甲咱做敢若流感共款，咱有长期抗战的准备。既然有长期抗战的准备，那是讲疫苗是不是爱适时的每年拢爱做修改，就变成是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啊，那安尼的话，持续性的研究，吼，甲疫苗第1代、第2代、第3代安尼做落去吼，咱就法度去战胜咱即马新冠肺炎的疫情，这是我即马的想法。所以我非常赞成讲，其实咱研发经费爱继续搁直直落去。是研发的经费啦，吼，就是讲这个政府吼，加吼继续投入，啊，若是这个万不利吼，无法度投入，就开放着这个法官吼，和一寡这个捐款入来着这个研发的这个资金等等啦吼。啊，其实咱就讲吼，这回过年吼，大家这个防疫这个观念吼，大家有影会惊死啦吼，所以大家防疫观念有做较套牢一寡吼。但是咱嘛讲着吼，因为就是要开学啦吼，本地今日就是开学节，啊，针对着一寡这个学校啊，是讲这个高中这个以下的这个学校啦吼，拢是无来申请这个部分的这个开学啦吼。所以咱讲吼，延前4天校园是大消毒啦吼，2月17开始，就是今日开始啦吼，已经来进行大消毒啊。啊，环保署嘛针对着4000外所的这个学校吼，来针对着这个消毒的这个工作啦吼。到有朋友讲咯，开学2礼拜吼，学生吼。来出门拢爱去磅体温吼，其实共款就是这个公共、这个卫生的这个部分吼，继续来去做好较套牢的。尤其咱讲吼，预防社千万唔通是乐观来期待，但是咧，千万就是这个公共卫生，连学校的囡仔吼，咱讲吼，许大人等等拢是做较套牢。上尾啦吼，咱讲着伫遮。伫咧新村啦吼，甲大家讲一寡建议啦吼。除了这个公共卫生以外，吼，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其实有人讲爱秋冬专案，到底要停啊嘛？伊即阵已经春天啊呢，吼，但是这秋冬专案的这概念到底是啥物的延续咧？希望咱大家心肝了定啦吼。虽然疫情是还搁伫咧拖吼，啊有慢慢咧减少啊。迄现象伫国外啦吼，啊台湾是守甲真好，所以大家放心。我一早有看到几个患者开始咧担心吼、焦虑啦吼、恐慌拢走出来。这我感觉无必要，我了做一时间去人解说，啊安慰讲，等大家莫烦恼。哦，啊自旧年我就开始讲过啊，大家心了定，换好，啊口罩戴好，啊隔离做好，啊自然生活正常过。有影啦吼，没错。我是感觉讲，公共卫生上重要。刮嘴安、洗手啊，平常时唔使凊彩乌片空，吼，安尼就好啊。是，好，这是上简单、上正确去做的。啊，如果可以在预防下期来时，大家都踊跃来施打预防针。OK， 好，咱继续请教。我是感觉各位观众吼，那有镜头，唔好家己去药房买药啊来乌白吃。是。一定爱去互医生看，啊，医生看了摕药啊，互你，真正是正确的。是啦吼，虽然讲到吼，今仔日咱讲到有这个中国预防社啊，这个部分啊吼，
有人讲爱修法了无？啊，其实唔免啦吼，爱修法就是咱讲吼，这个研发基金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咱讲吼，真正中国是这个讲一套做一套啦。咱讲吼，真正要互咱这个中国医风社，咱吼即阵无要修法，但是咱看到讲吼，甲咱主动这个500万剂这个部分啊，所以咱真正是天助自助吼，甲咱家己帮助家己台湾人吼。所以咱看到讲，今日咱会当徛伫遮吼，伫遮会当过年过得真好势，无像这个国外吼，伫咧疫情咧过新年的时阵，拢无法度好好来去做一寡这个交流等等。咱台湾实在爱啊。真正感谢咱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吼，另外还有这个警察人员等等这个部分的这个帮站伫咧啦吼，所以咱讲新的一年一开始啦吼，嘛希望大家继续吼。公共卫生做较透牢的，另外就是咱讲的吼，继续来去做一寡吼，这个防疫新生活。唔通讲吼，这个秋冬过、秋冬专栏，伊的这个意思就是讲吼，咱讲规个整体这个疫情防疫观念，爱继续来做好势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嘛透过连线吼，咱嘛感谢咱这个国家卫生院这个研究员周建宏啦吼，就是讲咱真正这个春节了后，咱看到讲真正好的未来会当继续来去伫台湾来去进行。今日非常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乡亲秘书团。咱下回再会，感谢，多谢。